党党主席的选举后礼拜要领表登记，讲立法院党团的总调布昆萁嘛有想要来参选。不过布昆萁伫2009年因为脱党来选花莲县长，互当时的党主席马英九开除党籍，恐惊无符合着参选的资格。布昆萁今仔日讲，迄对伊来讲拢毋是真重要，伊讲伊拢也未想要参选。 让子弹飞吧！好，我想这么多的优秀的同志都已经站出来了。什么叫惊喜？听讲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布昆萁，伫确定党主席朱立伦无被搁做了后，家己起心动念，也想要出来选党魁。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这个想法，但是呢，有很多的朋友来劝进，但基本上以这个立法院党团呐，这个是首要的任务。他是来看过也没有表示他要选，还是保持中立，让大家呢都能够自由去发挥。是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这句自由发挥，也是无表明立场。也毋过时间愈来愈晚，15就要领表登记，即马连门票拢也被退掉。根据党主席选举作业细则第5条的规定，参选人必须毋捌受到停权一党，或者是撤销、开除党籍相关党纪处分。 也毋过布昆萁捌伫2009年因为脱党参选花莲县长，去互时任的党主席马英九开除党籍，恐惊无符合资格。对于各界关心有没有什么参选资格，这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因为我都还没有想要参选，成功不必在我，但是呢，成功一定有我。是讲党内也有无共的看法，听讲有部分的人士认为法律无追究过去。 同款会议数被选党魁的侯良斌，伫1994年也脱离国民党加入新党，一直到2006年才倒来代表国民党参选台北市长。我在民国80几年的时候曾经主动退党，可是我没有被开除过党籍。强调资格无问题，尤其甲目前公布人选来比，家己是真有把握。我如果最后登记参选，就是我觉得我是最强的，因为我一开始就讲了，如果我要选，我就一定要赢。国民党党魁的竞争愈来愈激烈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